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现在若经过台北车站卖铁路便当的所在，若不是已经卖了，就是有真侪人在排队等要买便当。现在台铁的便当销路是足好的，不过过去不是一直都是安尼。真侪人伫火车顶咧食便当，是咧食气味的。因为细汉的时阵，若坐火车会当食到一粒便当，会足欢喜。台湾铁路的便当是安怎的变化？今日我来讲火车顶的便当。伫台湾咱讲便当，就是甲煮好的饭甲菜放伫一个盒仔内底。这个思维是为日语来的。真正咧讲火车顶的服务人员的时阵，有讲到因得爱卖便当，也得爱搁去收便当盒仔。到底什么时阵火车顶就有咧卖便当？这是自真早就有啊。过去自日本时代，铁路通车，车顶就有咧卖食。为台北到高雄的纵贯铁路开通了，因为一条路就要坐真久，当然伫车顶就要食物件，所以车顶有餐厅，也伫月台顶头嘛有咧卖物件、卖食的人。铁道部搁伫火车头会设餐厅，虽讲头起先就有咧卖啉的、卖食的，毋过便当是较慢才有诶。詹玲仪老师伊就写讲，台湾日日新报伫1914年才有出第一篇写着铁路便当的文章。伊是一个日本人咧介绍，伊伫无共的车头去买着的便当，逐位的便当内底是有啥物菜。真趣味的是，伊毋若写便当内底的菜，嘛搁比较便当内底用的米。又写着便当内底有煎土兔鱼，也嘛有煮的猪肉，也搁有煮豆仔、煎笋仔，而且无论倒一站的便当内底拢有放生的菜头。毋过伊迄当阵食的便当，甲日本的便当相共是冷的，所以内底放的菜嘛甲日本式的便当较相共。因为迄当阵会去坐火车的人，大部分嘛拢是日本人。车顶除了卖便当，也阁有卖别项的食物，像讲嘛有素食，也嘛会卖水果，有的人会来卖西瓜、卖柑仔、金蕉也是梨仔，而且嘛有卖芳甲牛奶的。后来食便当的人变侪，卖便当嘛变较竞争。铁路公司伊也真巧，伊除了家己伫车头开店卖便当，伊嘛甲月台租互要来卖食物的人，而且阁有分无共区，地点若愈好，租金就会愈贵。为一个月3块到一个月1块的租金拢总有。来卖便当的人，阁爱下伊的年纪、清查的规定，而且因来卖的物件嘛爱先报备，爱大牌啊，阁爱拢总下标准。迄时佫毋是逐个车头拢会使卖便当，毋过较无相共的，就是逐个所在卖便当内底放的菜拢会小可无共款。伫战后铁路边的餐厅甲车顶的餐厅，伊的经营方式头起先甲日本时代是相共的。台湾铁路嘛是有家己的餐厅，伊的月台嘛是有扣租金。毋过为着要帮衬一寡铁路退休的，也是工作上受伤死亡的员工家属，台铁就会甲伫车头卖便当这个权利让互因。也个另外一项是国民党的台铁特别党部的总贸车头的餐厅甲店面，所以因的管理甲经营有当时就无付租金。所以因甲台铁的主管拢会起冲突。
代替为着要整顿伊伫车头甲车顶卖物件遮的生理，所以就甲月台卖便当甲卖食的权利拢总收回来，也嘛开始卖家己的便当。迄是1951年。不过迄当阵拄做出来便当甲日本时代相共，拢是食冷的，销路嘛无偌好。即马咱知影的装伫铁盒仔内底的排骨便当，是1956年才开始卖。1956年的便当是为着要配合飞快车，嘛或者柴油特快车的引进才做出来的。迄当阵引进来的特快车，为台北到高雄一抓爱5点半钟，毋过即款车无通挂一个食饭的车，所以因就请台中铁路餐厅来负责做便当。迄当阵台中铁路餐厅的经理是浙江的人，所以伊想到的便当是会当做菜饭甲煎排骨，内底佫放一粒卤卵、咸菜甲酱鸡仔，用这阿鲁米的便当盒仔装起来。车开了，服务人员就会去逐个车厢问人客敢是要买便当，也若要买的人就爱先订，订了因才可以算人数，佮通知台中甲嘉义即两个餐厅是爱偌济便当。到即两站的时阵，便当就会送去车顶，才会服务人员才佮甲便当送互人客食。这是第一代的代替排骨便当。后来有医生就发现讲阿鲁米的便当盒仔毋好，有毒，应该用白铁啊。毋过白铁啊成本是真悬，服务人员就会记得送有食便当，还佫会记得去甲收回来。迄时便当食了，大家是放伫椅仔骹，要收便当盒仔的人，才佫摕一支钩仔去甲勾出来。因为实在是真侪人客会甲便当盒仔炸走，代替算算的袂好，所以就无佫出铁盒仔做的便当。自从代替伊家己经营餐厅卖便当，也佫增加卖少员工的车帮，伊的生意有变好，毋过无真正趁偌济钱。一直到1964年的时阵，监察院也佫特别去注意代替的经营。车顶卖便当有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就是便当会歹去，会臭酸去，因为迄当阵车顶也无冷气，烧的便当若无赶紧送互了食了，也是运送的过程有一寡问题，人客就时常会食到臭酸的便当。所以1960年代代替就开始改良，想看安怎做出较袂臭酸气的排骨便当。因就甲煎过的排骨佫摕去卤了佫先浸的，所以即款排骨会当提早准备，会变较咸，所以嘛较袂歹。这第二代的卤排骨便当，甲即马咧食的便当就足像啊。做出即个卤排骨便当的林火财，嘛变做是台中餐厅的经理。代替迄当阵便当，也佫有一个竞争的对象，就是来月台卖食的贩仔。虽往早就禁止伫月台顶，也是伫车顶卖食的卖便当，毋过靠即道生活的人袂少，管理人员嘛会当作无看到因，互因继续去卖。所以逐冬拢有足侪人互人处地，毋过也是一直有。后来是听候到中山高速公路开通，1970年代长途的巴士的生理去影响到台铁的生理，所以台铁才开始真严格去抓这的卖便当的人，禁止因伫月台顶也是伫车顶卖物件。一直到1990年代，台铁敢若保留一寡较细的车头，像讲啊了福隆、关山、地上这的所在，互因会当佫卖外口的便当。除了这以外，大家会当伫车顶食到的便当，拢变做是台铁家己出的便当。我较好奇的是安怎保留的是这的所在，毋是别位。毋过我无找到资料，若有人知影，请小佩来甲我讲。也若是按照詹老师讲的，台铁的排骨便当嘛毋是一出来生意就变足好，
因为代替伊内部组织的问题，因做出来便当时常为排骨大块、为细块，品质嘛无啥固定，饭佮有时会煮了伤烂。后来佮变做大家嫌伤贵、歹食，所以销路无偌好。代替的便当伫省议会内底嘛时常互人提出来检讨。一直到1980年代，代替为着要开发出新的便当菜，佮互逐间铁路餐厅家己去研究去开发，所以后来就有鱼仔的、牛肉，也是鸡腿、鸡肉的便当。不过代替便当伫迄时也是无趁着钱。那安尼咱即马看到火车头内底便当，足侪人咧排队。即马拢讲代替靠便当趁袂少钱，这是啥物时阵才开始的？伫2000年的时阵，铁路局就想出要办一项活动，因要去卖铁路怀旧便当，就是去卖上古早的排骨菜饭，也佮特别装伫上古早的便当盒仔内底。结果这个活动本底敢若按算要卖1000个便当，也未卖前一角就开始有人去排队，所以开门无偌久，所有的便当拢互人买了了。煞来佮有足侪人要订，所以迄当代替即款怀旧便当总共卖7万个。迄当阵铁路局才发现讲，卖古早味的便当可能会有生意。后来铁路局就甲一寡了钱的餐厅关起来。2005年的时阵，请一个总铺师李玉霞去台北餐厅做经理，伊负责的就是去做便当。伊为着要互代替会当做出佫较好食的便当，饭毋通煮了过去，排骨嘛袂使大细块，互大家便当的菜会当固定，品质会当固定。伊定出足侪工作内底规则，也佫开发出新的控肉便当。因为这个便当品质稳定，价效佫真合理，虽然看起来是无啥物特别，毋过排骨便当就是卖了特别好。为迄时开始，代替的便当的生意才开始趁钱。后来当然就变做代替上趁钱的副业。咱为一粒排骨便当会当看到火车科技的变化，车头的经营管理，代替内底组织的改变，是安怎影响到便当菜的改变甲便当的销路。今日所有讲的内容，拢是参考詹玲仪老师伊去年发表的论文，为铁路便当到代替便当。过去国家铁路博物馆也佫有举办铁路便当的展览，也若是对火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，即马已经会使去铁路博物馆参观。这个月2月电子报已经寄出去，因为电子报平台的要求，所以我寄出去的 email 有无同款，请大家注意。这摆内底有介绍几本这几当来台语的红仔册。也要订电子报的人，伫恁收听的这个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，都有订阅的链啊。另外，我要特别甲屏东的柑仔店阿嬷讲，真欢喜知影你的身体也是这么勇健，嘛足感谢你，拢有继续收听这个节目。屏东阿嬷自少年就真有生理头脑，伊的故事大家会使伫第90集的节目内底听到。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也是写批甲我讲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也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 ECPay 的连结。祝福大家开工欢喜，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大家再会。